金嵌珍珠天球儀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靈壽宮嘅珍寶館，係清代乾隆年間以黃金製成嘅天球儀。天球體上鑲嵌代表唔同星辰嘅珍珠，展現三門、28星宿、300個星座同數以千顆星星嘅天體佈局，係數千年嚟中國天文學家觀察嘅成果。天球儀嘅支架由9條行龍盤桓其中，栩栩如生，代表天子嘅尊貴。盤底以金絲纏枝嘅花紋，展現豐富多彩嘅色調，並以4獸燭環座，座心為羅盤。天球儀整體設計精美，堪稱中國古代天文科技嘅巔峰之作。